大家好！在皇上的英明领导下，大白菜得以在关中地区大面积的种植。朝廷认为我们农学监功不可没，特此嘉奖。下面有请王修王大人讲话。是吧？今天能跟农学院的各位同僚们在这共同见证这一光荣而伟大的时刻，我深感荣幸。那下面有请我们主办领导兰陵公主上台给大家讲几句话，大家欢迎啊！大家好，公主好！今天我谨代表皇上对农学监前段时间的优秀表现予以嘉奖。嘉奖的名单：少监王修，御赐礼盒1个，御笔1副。好，谢公主。希望王修再接再厉，继续为我大唐争光。王修一定步入皇命。今造刘仁轨，御赐礼盒1个，御笔1副。由于刘大人今天抱恙在身，未能出席，由王修带领。好。左校张运与农学监众官员，乃我大唐之栋梁，朕倍感欣慰。此乃皇上口谕。谢陛下。平身。接下来，请王修上台讲话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修。今天来到这儿，第一次登台，非常紧张，哈哈哈！哈哈！谢谢大家。其实呢也没什么可说的，能为朝廷效力，为大唐尽忠，是我们每一个大唐子民应尽的分内之责。我能有今天的这个成就，也是要感谢各位的支持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国家，感谢朝廷，感谢党，感谢 CCTV、MTV， 感谢乐视网。我还要感谢我的大夫人，感谢二夫人，感谢老四，感谢钱管家，感谢胡账房，感谢栓子和二娘子，还有旺财。当然，我们最要感谢的就是兰陵公主，还有刘大人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爱你们。好。下面请欣赏歌舞。
哎呀，今天兰兰在表彰大会上很有领导风范嘛。这还不都是夫君你教的？不过这种表彰的形式我还真是第一次见。你们那种磕头谢恩的方式多老土啊！来点新鲜的，提提干劲儿，鼓鼓士气，多好。就你鬼点子多。我鬼点子可没有你皇兄多。送了那么大一礼盒，一打开一看，就一大白菜。送了一幅字，结果上面就写了一个字“牛”。不过这牛倒也挺亲民的。牛怎么了？这是皇上愿你当做大黄牛，为国为民效力，有什么不妥吗？是吗？是这么苦逼呵呵的意思吗？我还以为是夸我呢。前段时间我听说农学监推广大白菜，在坊间引来了诸多争议，不过最后靠刘大人吃了一盘大白菜就平息了风波。现在在长安城啊，传闻一段佳话呢。夫君，怎么了？这风波平息了，你不是应该开心吗？为何还是这般闷闷不乐呢？唉，我王修自以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可以玩转大唐，游戏人间。没想到到头来，我发现我对大唐的人情世故还是知之甚少，跟这里的任何一个人比起来，我都只是个外人而已。夫君说的没错。夫君说的对，我很赞同你的说法。也就是说，你也觉得我是个外人是吧？其他人我不知道，不过我总觉得夫君跟着大唐的确有些格格不入。不过我相信夫君对大唐的情却不比其他的忠义之士少，只是夫君做事的方式嘛，搂草打兔子，这一般大唐人啊还真做不出来。哎呀，最近这农学监的事儿忙得厉害，一时也没顾得上回家。我先走了啊。坐下。哟，还真顾家啊。那不顾家的男人不是好男人，不爱媳妇儿的爷们儿不是纯爷们儿吗？话说的真好听，这让我这个没名没分的都想知道夫君是怎么个顾家法了。你先回家跟你夫人聊聊体己话，我一会儿就去你家。你又干嘛呀？你别闹了啊！夫君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好久没跟你的夫人打麻将了，最近手痒得很。走。我走了。真走了。你晚点再去啊。夫人，二女。夫君回来了，回来了几日不见了。夫君，这几日不见你，可想死我了。哎呀，怎么是没见呢？只不过最近早出晚归的比较忙，见的少一点而已嘛。哎呀，夫人，你看，这二女越来越会撒娇了，是你教的吧？二女的那些狐媚招数还用我教她呀？她教我还差不多。等她再大些啊，真不知道谁能降得住她。夫人和夫君啊，都降得住我啊。真希望这样的日子能一直继续下去。夫人为何如此感叹呢？不瞒夫君说，其实妾身一直很担心，夫君一觉醒来以后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子。夫君，你没有发现每次夫人醒来都会仔细看你很久吗？我跟夫人在床上的事儿你怎么知道？夫人经常跟我提起啊。夫人，我们俩一直都觉得你得这个病是世界上最神奇的病，不仅转了性子，就连懂的东西都不一样了。你外面的朋友不了解，但是家里的人都知道你与之前的变化到底有多大。但是我病了之后，与大唐的社会也格格不入了。与大唐格格不入有什么关系啊？只要夫君待我和夫人好，算不是人也没有关系。二女，怎么说话呢？哎，没关系，我懂他的意思。其实夫君不用为这些事情烦恼。与大唐的人相同，自然办事容易；与人不同，格格不入，反而更显英豪。夫人懂我，二夫人也懂我。夫人，小侯爷，二夫人，齐郡主和兰陵公主来了。哎呀，这个兰陵真是好久没见了呀！她什么事啊？哦，是来找夫人打麻将的。
那怎么就他们2个人啊？那个程夫人怎么没来？回夫人，据说程夫人夜感风寒，今天来不了了。那3缺1啊！夫人，啊，那好吧，2女来搭把手。是夫人。那我们去了啊。啊，那个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，注意身体啊。知道了，父亲。今天那个程夫人我让2女搭把手。会玩吗？没玩过，不过经常看夫人玩，学了个皮毛。那大伙儿今儿可都得小心点儿了，越是生手啊，这手越壮。哎呀，别说了，快打吧！我这2天啊，手痒痒的很。来吧。出牌吧。 8条。 2女，随便打一张，没事儿。糊了，没这么邪门吧？看来这侯府2夫人运气真是好，这下儿可有意思了。我不说了吗？今儿指不定谁赢呢。好啊，太准了！小侯爷好，别管我，你们练你们的。你这是？最近这大白菜的事儿，闹得我身心疲惫，我也出来练练。啊，哎，快点儿吧，快点啊！再等睡着。快点儿！快点！我告诉你，越想越点炮。5头。糊了，屁糊！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越想越点炮吧？继续练，别管我。小侯爷，在这贼眉鼠眼的偷听什么呢？哎，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是想等大夫人赢钱的时候再进去。你想多了，夫人赢钱也不会打赏你的。夫人是赢钱的时候不会打赏我，但是她还会罚我。刚才我进去送茶的时候，正好赶上夫人输钱。夫人说我进来的时候影响她，让她晦气，所以才输的，罚了奴婢1个月工钱。1个月工钱？哎，罚少了呀。哎，算了，你去吧，进去吧，我给你做主了，不扣你的。进去啊。是。开杠了啊！糊了，糊了！杠上开花，无愧清一色一条龙。谁是庄啊？哦，庄是王夫人。肿了，真是不巧啊！输的不行。夫人，喝茶吧。小蝶，你一来我就坏去抽去。小蝶，出来，有事找你。是。再来。谢谢小侯爷。没事儿，去忙吧。是。夫人他们怎么不来吃饭？兰陵公主让端到中间堂去吃，这样节省打牌时间。小侯爷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下去了啊。4桶。
喝喝。南风，哎，等等，系统。让你来。妖姬，等一下，我这叫自摸吗？胡了！给钱，给钱，给钱，给钱！大夫人，我输了一晚上了，都好不好？来来，快给钱，这把。早上怎么样？都是他赢，这种不会欠钱的。那关羽大惊，忙请两位嫂嫂上车，这才披挂抬刀上马，进出馆驿。果见各军士手持火把，在那听候命令嘞。关羽来到城门，见城门一开，催车仗急忙出城。那虎斑干嘛去了？还回去放火去了。关羽出城，行不到数里，果见背后火把照耀，有兵马赶至。头前一人是谁呀？王直。讲的什么呀？那王直大喊道：“东汉末年，关羽休走！”有意思吧？比看《三国志》有意思多了。关羽听，勒马回身，点指马道：“待匹夫，我前日三国远，近日与你无仇，为何令人放我哨？”王直，明天把四爷兄、世人兄都叫过来，我有大事宣布。这时，王直拍马挺枪，直奔关羽杀来。不想啊，却被关羽拦腰一刀，斩为两段。行，他北斗啊，嘿，他北斗啊，胜四尺。哎，胡先生，钱叔，哎，快，来，哎，小侯爷，有何吩咐啊？钱叔啊，一会儿找几个人做点那个小木牌，这么大见方呢，要薄，越薄越好啊。回小侯爷，做多少？越多越好啊。哦，明白了。哎，胡先生，一会儿随我去书房写几个字。哎，好嘞啊。哎，小蝶，过来。小侯爷，夫人跟二夫人呢？和兰陵公主打麻将呢。还打呢？这都一天一宿了。嘿，齐郡主已经顶不住了，现在换柴郡主了。这得轮番上阵啊！哎，行吧，咱们走吧。胡先生来了。哎，小侯爷，你让老夫写什么字啊？我说您写。来坐呀。哎呦，侯爷，老夫这可不敢。哎，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要不坐，我怕你坚持不住啊。过来坐。哎，别客气啊。你看我这墨都给您磨好了。来。刘备。哎，对，写小点。哎，刘备，体力4点，技能1，仁德。出牌阶段可将任意手牌以任意方式交给其他角色，如交出的手牌不少于2张，体力恢复1点。写啊！写出牌阶段如哎，干嘛呢？支桃。四号兄，这桃又是干什么用的？这桃就是加血的啊。那为什么要加血呀？因为被扣血了呀。为什么要扣血呀？哎，不是德昭兄，你到底看没看说明书啊你？德昭，这个桃呢是用来加血的，沙是用来扣血的，但是有时候呢它有其他的特殊作用。哎，据我昨晚秉烛夜读说明书后，发现子豪兄这三国杀其实是千变万化呀，平静中蕴含奇诡，绝境处暗藏杀机。在这纸牌中，仿佛能听见粒粒风声，看见金戈铁马。说得好，
这打过仗的人就是不一样。你看，在下认为，这三国杀其实蕴藏着一个大秘密。独孤兄发现什么了？子豪兄，你瞒得过别人，却瞒不过我。这三国杀实际上是一部兵书吧？哎呦，独孤兄果然火眼金睛啊！不过在下倒想知道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呢？看这游戏，杀与逃正反两极，代表不胜则败，暗含阴阳五行。各种计谋虽奇思妙想，乍看之下犹如痴人说梦，但是懂得子豪兄的都知道，子豪兄惯用这种藏而不露的方法，将兵书藏于游戏之中，不正是你子豪兄所擅长吗？另外，这个游戏分出魏蜀吴，但是在游戏时呢，有主公，有良将，有叛臣，有贼子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这正是孙膑兵法的精髓。所以我认为这三国杀一定是部兵书。哎呀，独孤兄分析的妙啊！分析的妙。我说怎么越看这三国杀说明书越觉得不可思议？原来这秘密竟不在游戏表面，而在其中蕴含的兵书。子豪兄暗授兵书，小弟不胜感激，请受小弟一拜。哎，秦兄起来，这么多人呢。秦兄，倘若你能参透这三国杀兵书中的玄机，那绝对是你个人修为，是造化呀！啊，拜我就不用了，就拜春哥吧。拜春哥是谁？子豪兄啊，这三国杀到底是你写的，还是有人传授啊？当然不是我写的，是有人传授。难道又是武穆遗书？哎，子豪兄，你别说，我知道是谁写的。你知道？大家听我来分析啊，这部兵书一定不是出自于武穆遗书。兵书中的人物源自东汉末年三国魏蜀吴，距离我们现在不到400年间。所以呢，我认为这部兵书定是出自这400年间。有道理，这兵书肯定是这400年间一大家所写。可是这又是谁写的？又为何藏于游戏之中啊？神秘兵书重现人间，究竟是何人所写？又为何不愿示人？且听独孤兄独家揭秘。这部兵书大巧不工，大智若愚，想必作者一定是文武双全。但是在这400年间，这部兵书却未曾谋面，而且这游戏也无人知晓。想必这个作者呢，一定是处处小心，不仅将兵书藏于游戏之中，而且将这游戏隔绝于世，偷偷流传。我想一定与此人的身世有关。纵观这400年间，身世奇特、有文武双全的名将，只有南朝梁国武都郡王陈庆之。对呀，陈庆之啊，独孤兄奇才呀！哎呀！借刀杀人，借你的刀杀他。杀！哈哈，媚娘，你果然是反贼啊！这套民间所传的三国杀兵书，表面以游戏示人，实则深藏不露。在普通人看来，这只是个游戏，但是在兵法家的眼里，这就是一部兵法的奇书啊！这招果然厉害，回去我一定要上报天皇陛下，号召全国学习三国杀，理解其中的兵法。你们就是一群败类、垃圾，吃饭睡觉的猪！今天跟我一起罢课，队长，高2班又出问题了，所有学生现在开始罢课。你们这边强迫的就在我惹祸是吧？小白金死，你将何苦啊？你今晚有时间吗？
我会在你可以看得到我的地方等着你。高二班所有的人都在为你加油！加油！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场梦。